自2026年8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负起信仰传承的责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约珥书第1章第1节到20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，约珥书第1章。下面是上主对比托尼的囝约珥讲的话：老人啊，着听；即所在的居民啊，拢着注意听。伫恁的日，也是恁列祖的日，减捌发生即款代志，着将即个代志传互恁的囝儿，囝儿传互孙，孙传互后代。大只草莓食剩的，草莓来食；草莓食剩的，草莓囝来食；草莓囝食剩的，草莓公来食。酒醉的人啊，着醒着哭；喝酒的人啊，着为着新酒哀哭，因为恁无阁有酒通啉啦。有一阵草莓来侵犯我的地，强猛数目算袂了。因的气亲像西江的气，因的牙亲像西母的牙。因毁坏我的葡萄树，甲我的无花果树的树皮剥甲光溜溜，放地互死。你着哀哭，亲像少女摇下抹布，为着伊伫少年的时失去未婚夫哀哭。上主的殿无素祭，甲奠酒祭通献，服侍上主的祭司嘛哀哭。田园荒废，地悲哀，因为我国毁坏，新酒打去，油欠缺。做事人啊，着见笑；栽种葡萄的人啊，着哀哭。因为大麦、小麦甲田园的收成拢无去，葡萄树打去，无花果树孤单，石榴树、椰子树、苹果树，连产业一切的树木拢孤单，人间的快乐嘛拢消失。祭司啊，着下抹布啼哭。伫祭坛服侍的人啊，着哀哭；做我的上帝找用的人啊，着来穿满衫过眠。因为无人摕素祭甲奠酒祭来恁的上帝的殿奉献，恁着设一个圣日来禁食，召集严肃会，召集士大甲国内所有的居民。来上主恁的上帝的殿，对上主哀求。迄日恁惨啦，因为上主的日近啦，全能者要来毁灭啦。粮食伫咱的目睭前断绝啦，欢喜快乐伫咱上帝的殿消失啦。经济伫土里烂去，仓库荒废。职场倒坏，因为无五谷通收成；精生孝甲真凄惨，羊群乱撞，因为无草，羊群嘛受苦。上主啊，我求救你，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埔，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，田野的走兽嘛对你哀叫。因为溪水打去，火烧灭旷野的草埔。负起信仰传承的责任。约珥是旧约时代平常通看见的名，原文意思是上主是上帝。对南国犹大而言，先知约珥的名象征不可忽视的护约。咱的上帝只有这位上主，无别个咯。约珥书
若像新历奇境的讲述，经过犹太的居民切勿忽视灾难的假示，呼吁因爱留心听，搁将即个代志传予恁的囝儿，囝儿传予孙，孙传予后代。人人拢爱为犯罪付上代价，谦卑回转归向上主。只有安尼，公义才会当传流不息。这拄好是世世代代的责任。本册一起头就直指一连串沉痛的打击，草莓侵犯象征对经济生活的威胁。一只草莓逐日通食到甲家己平同的食物，若安尼通互砍广达上千平方公里的草莓仔群，造成的损害实在奥得估计。经文描述草莓食尽作物，连树皮拢剥甲光壳壳，导致土地甲自然环境奥得复原的伤害。草莓的摧毁亲像骨牌效应，关系到人民的生存，无一幸免。经文也讲到这种痛苦，亲像少女因为未婚夫死得哀哭，凸显对幸福瞬间跋入谷底，迄无法度掌握的奇变，互人感触深刻。换句话讲，灾难夺去所有的愿望，遐会当互人饱足、搁愉悦的农作物已经受摧毁殆尽。刺激会当借以存活的要存甚么呢？刺激会当唤回上主人民的关键，佫是甚么呢？先知约珥呼吁信仰群体留意，上主要求的将来毋是令人随缘的五谷甲好酒，这个祭物并袂当讨好上主。上主只在意伊的子民敢有看重信仰，敢有踏根伊的心意。拄亲像大笔犯罪了后所写的忏悔诗讲的。你无爱成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我若献烧化祭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先知约珥刺激要求众祭司调集长老和所有犹太居民进入圣殿，向上主呼求。重新审视上主所看重的事。民主富二代是近年来台湾风行的热门词语，意指一出世就享有言论自由、投票权等民主成果的世代。民主富二代看民主自由与和平是理所当然。却未必了解台湾的历史。6个月前的今仔日是28和平纪念日，该事件到今已经79周年。咱敢有好好认捌身处之地的历史呢？监察委员田秋瑾伫回顾台湾民主化的艰辛历程的时讲。民主自由毋是天顶落下来，莫亲像空气共款，等到失去才会知影重要。愿咱持续努力，向下一代传递信仰，同齐守护当前的民主、自由与和平。甲受压迫者徛做伙，是提醒咱着实践公义。这是世世代代爱共同肩负的社会责任，也是信仰的要求。立想
对今仔日的经文，我体认到上主所看重的信仰生活是甚物？对今仔日的经文，我体认到上主所看重的信仰生活是甚物？咱做来祈祷，至高的上主，你是公义怜悯的神。愿我伫你的启示中持守你所看重的信仰价值，纵然只有微光，也会当照亮黑暗；尽管只是烛火，也会当传递温暖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